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陈仲文涉嫌接受监视器业者的招待，佮落甲利用这顺的机会，针对警用监视系统移送案，甲台北市警察局等单位施压，暗号这代表厂商要求增加移送，而且使用特定的规格。这件代志互人检举，今日检调有去超议员的救赎，也甲这陈仲文和厂商等9个人带回去问话。真侪廉政官来到台北市议会，伫议员的研究室大动作伫敲揣，有人赶纸箱啊，一直咧送资料。这摆调查的对象是国民党3连霸的议员陈仲文。监督检察局太认真，被报复，司法迫害，政治追杀。面对镜头背前有涉嫌不法，互廉政人员带登去审问，陈仲文连任真侪届的议员，过去嘛做过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的书记长，和南洋的青年中常委，但即马卷入贪污的弊案，互检验锁定。3妹变成2妹，有部分3妹，有部分2妹。秘书长、局长，有没有违反我们议会做的附带决议？捌真侪摆伫议会关注监视器传输的问题，但检验即马接到检举，讲陈仲文涉嫌接受监视器业者的招待，一直用质询和询问方式要求提关警用监视器的预算，而且用特定的规格。何项成标的厂商暂时发动敲揣，毋但甲陈仲文带转来嘛，约谈厂商等8个人。从2 mega 升到3 mega， 多8600万。这个摄影机在连续用10年的，8600万10年是8.6亿。柯文哲还没下台，因为国民党跟民进党已经开始联合起来污钱了。专案就关头技术和今年编列的警用监视系统的预算有关系，迄当阵嘛引起前台北市长郭文泰不满，伊当面和业者签约伫福市府的任内，当初是一签到25档，伊家己嘛吞润8档。那个是按厂商伫内湖的公司，员工今仔日上班的情形都和平常时同款。这我们不清楚我们主管对不对？对，不好意思。我知道是检方要去搜索之前有跟议会知会，只要是依法执行相关的公务，基本上我们都予以尊重。这波敲揣行动，原来议会早就知影，所以引起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的批评，讲检方无具体事证，质疑讲是政治操作。不过，民代技术和厂商在斗空，专案嘛照贪污这罪嫌在侦办，监视会继续对顶管去追查。另外，敢有其他的公职人员涉案嘛引起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